伫咧咱台湾，上侪人使用的通讯软体 LINE 过去敢若电脑版会当选字型，毋过最近 LINE 官方就针对手机啊版本推出新的字体，互民众会当来设定即个叫做延续的字型，嘛会当显示台语、客语甲关注民语的特殊字。 不管是了解社会事、看影片，也是开讲，手机也有各种 App 通选择。其中上侪人用的通讯软体就是 LINE。根据官方统计，LINE 伫台湾的用户数有2200万户。最近 LINE 伫咧手机啊版本发布一项新功能，就是台湾民众会当免费使用延续这个字体来显示台语、客语和原住民语的字。这是台湾的字体设计师郭志杰以日本开源字型做基础落去改的。日本有一个蜂窝公司啦吼。 因有一个字体叫可类，结果差不多是4、5当前开源出来，即马都变钱的物件啊，会使互人家己改啊，差不多就迄个时间就想着讲，若是甲台湾需要中文啊，佮台语、客语需要的字拢加入去，可能会足方便的。所以讲，无人要做就家己来做。 设计师表示，为着要设计符合台湾使用者的字型，原来开时间家己学台语拼音和汉字，搁去考台语检定。后来延续体伫2012年正式发表，这是台湾第一套开源的硬币开始的免费字型。这届会当电脑使用延续体，是客家委员会自2012年开始谈的合作，有选对中央的国家语言发展方案和客委会经费支出，总算是赶伫咧世界贸易日进前推出。111年就同来来谈安尼合作，每当感谢来，其实係香港一個公司，唔過佢落去台灣，加個這行中對於本土文化嘅尊重，加個自信，係講做得滿足有呐喊嘅本土語言嘅司法嘅安尼都來做得用本土嘅語言，不管係漢語還係其他語言來做溝通。 但是目前，伫手機用台語輸入法落去拍字，也是有一寡台文字，親像因兩人的因、爬山的爬等等，無法度正常顯示。字體設計師表示，這有關 Unicode 敢是有變碼，輸入法是毋是有資源等等的問題，伊呼籲應當成立親像客委會安尼的台語專職機構來處理。但是目前無，嘛希望文化部重視台語使用者的困擾。記者盧尚珠、曾俊堯台北報道。